自我嘅股東同仁，我將唔再撰寫伯克希爾年度報告，亦唔會喺股東大會上長篇大論。用英國人嘅講法，我要安靜落嚟啦，算係咁。格雷格阿貝爾將喺今年年底正式成為公司掌舵人。佢係一位出色嘅管理者，不知疲倦嘅工作者，亦係一位坦誠嘅溝通者。請大家祝願嘅任期長久。我仍會通過每年感恩節嘅信息，繼續與大家以及我嘅孩子們談論伯克希爾。伯克希爾嘅個人股東係一個非常特別嘅群體，佢哋慷慨地與佢哋幸運嘅人們分享自己嘅收穫。我好享受與大家保持聯繫嘅機會。請容許我今年先稍作回顧，然後再談談我關於伯克希爾股份分配嘅計劃。最後我會分享一啲商業與個人嘅感想。藉此感恩節前夕，我對自己能夠95歲仍健在，心懷感激，亦都感到驚訝。年輕時，我可唔敢打賭自己能夠有幸長壽。事實上，早年我差啲喪命。嗰年係1938年，當時奧馬哈坎醫院居民好自然咁將佢哋分成天主教醫院同新教醫院。我哋嘅家庭醫生哈利霍茲係一位同居嘅天主教徒，佢隨身帶住個黑色嘅出診袋，經常上門嘅症。佢叫我做小船長，出診費從來都唔多收。嗰年我個肚劇痛，喺上門探我，簡單檢查完就話我聽朝就會好返。但係嗰晚，霍茲醫生對我奇怪嘅症狀仲係有啲懷疑，食完飯打完牌之後都仲係唔放心，於是決定即刻送我去聖凱瑟琳醫院做緊急嘅割盲腸手術。喺嗰3個禮拜，我好似置身咗修道院咁，我開始享受我哋講台，我好中意講緊，而佢修女亦都好錫我。更令我開心嘅係，我3年級嘅老師馬德森小姐叫全班30個同學每人寫封信俾我。我大概將男同學嘅信都掉晒，但係女仔嘅信就翻嚟覆去讀咗好幾次。原來住院都有好處嘅。住院嘅第1個禮拜其實相當危險，但係我康復過程中最精彩嘅部分係我親愛嘅姨媽伊迪送咗一套非常專業嘅指紋採集套裝俾我。我即刻幫所有照顧我嘅修女都採集咗指紋。我大概係聖凱瑟琳醫院裏佢哋見到嘅第1個新教徒小孩。我嘅所作所為大概會出乎佢哋嘅意料。我當時有個瘋狂嘅理論，總有一日某位修女會行差踏錯，而聯邦調查局到時先會發現佢哋竟然從來都冇採集過修女嘅指紋。嗰陣時，聯邦調查局同佢嘅局長埃德加·胡佛喺美國人心目中好似偶像一樣。我幻想胡佛先生會親自嚟到奧馬哈檢查我珍貴嘅指紋收藏，然後同我一齊捉住嗰個墮落嘅修女。全國知名度似乎唾手可得。當然呢個幻想從來都冇成真過。但諷刺嘅係，幾年後事實證明，我反而應該幫胡佛本人採指紋。佢後來因為濫用職權而身敗名裂。嗰個就係1930年代嘅奧馬哈。當時我同我哋朋友最渴望佢哋就係雪橇、單車、棒球手套同埋電動火車。跟住落嚟，我哋睇下嗰個時代嘅另外幾個細路，佢哋就住喺我附近，對我嘅人生有好大影響，縱使我當時並唔識得佢哋。我要由查理芒格講起，佢係我64年嚟最好嘅朋友。上世紀30年代，查理住嘅地方離我由1958年住到而家呢間屋只有1個街口咁遠，我哋差啲就好早就成為朋友。查理比我大6歲零8個月。1940年夏天，佢哋我阿爺間雜貨鋪打工，每日做10個鐘，賺2蚊美金。節鈣喺巴菲特家族嘅血液裏邊流淌。第2年，我亦都喺嗰間鋪頭做過類似嘅工，但我哋直到1959年先至第一次見面。當時嘅35歲，我28歲。二戰服役之後，查理喺哈佛法學院畢業，之後就定居咗加州。但佢一直都話喺奧馬哈喺早年經歷塑造咗佢。60幾年佢對我哋影響極其深遠，係我最好嘅老師，亦都係保護我哋大哥。我哋有分歧，但從來都冇鬧過交。我一早就話過你哋啦，呢句說話並唔喺乜嘢詞彙裏邊。1958年，
我買咗人生中第一間，亦都係唯一一間屋。當然就係喺奧馬哈，距離我成長嘅地方計到足大概有2英里，離我外父外母屋企唔夠2個街口，距離巴菲特雜貨鋪大約6個街口，離我做咗64年嘅辦公室揸車都只係6-7分鐘。跟住落嚟，我哋講下另一位奧馬哈人 Stan Lipsey。Stan 喺1968年將 Omaha Sun Newspapers 賣俾伯克希爾，呢個係一組地方性嘅週報。10年之後，應我哋請求，佢搬咗去紐約州嘅布法羅市。嗰陣時，由伯克希爾附屬公司持有嘅 Buffalo Evening News 正同當地唯一嘅 Buffalo Morning News 展開一場你死我活嘅競爭。我哋當時正處於下風。最終 Stan 成功打造出新嘅週日報紙產品，令到我哋之前嚴重虧損嘅報紙喺幾年之後，竟然可以喺3300萬美元嘅投資上實現超過100%嘅年化稅前收益。呢樣嘢對1980年代初喺伯克希爾嚟講係一筆極之重要嘅資金。Stan 佢離我屋企大約5個街口嘅地方長大，而佢其中一個鄰居就係 Walter Scott Jern。大家可能仲記得 Walter 喺1999年將 Mid-American Energy 帶入伯克希爾，佢一直都係伯克希爾一位寶貴嘅董事，直到2021年過身為止。Walter 同時亦都係內布拉斯加州嘅慈善領袖，佢嘅足跡遍布奧馬哈同全州各地。Walter 曾經讀過 Benson High School， 我本來都係要去嗰間學校，直到1942年，我爸爸喺國會選舉中意外擊敗咗一位連任4屆嘅現任議員。人生充滿咗驚喜，等等，仲有更多細路仔㗎。1959年，當 Q 同佢年輕嘅家庭就住喺我屋企正對面嘅屋入邊，離當年芒格一家住咗地方大約100碼。嗰陣時 Don 係一個咖啡銷售員，但佢注定會成為可口可樂公司嘅總裁，並成為伯克希爾忠誠嘅董事。我識咗嗰陣，冇年收入12000美元，正同太太 Mickey 湊緊5個細路，全部都讀天主教學校，即係話佢哋要交學費。我哋兩家人好快就成為摯友。Don 喺愛荷華州西北部嘅一個農場出世，喺奧馬哈喺克瑞頓大學讀書，好早就同一個奧馬哈女仔 Mickey 結婚。加入可口可樂之後， Don 嘅名聲傳遍全球。1985年 Don 擔任可口可樂公司總裁期間，公司推出咗著名嘅新可樂，呢次係一次失敗嘅嘗試。Don 發表咗一場著名嘅道歉演講，宣布恢復翻原味可樂。嗰次轉捩點係喺公司收到嘅寄俾所謂至高白痴佢信之後，呢啲信件被直接送到 Don 喺台面。佢喺演講中坦率承認可口可樂係屬於公眾而唔係公司。自此之後，公司嘅銷售額大幅飆升。你哋可以喺 charlierose.com 攞到 Don 嘅精彩訪談。Tom Murphy 同 Kay Graham 嘅訪談亦都非常精彩。同查理芒格一樣，Don 始終保持住典型嘅美國中西部風格，熱情、真誠、地道嘅美國人。最後仲要提一提 Ajit Jain， 佢喺印度出世長大，同埋我哋即將上任嘅行政總裁 Greg Abel， 佢嚟自加拿大。佢哋兩位喺20世紀末都曾經喺奧馬哈住過好多年。事實上喺1990年代 Greg 就住咗離我屋企幾個街口嘅 Farnham Street， 但當時我哋仲未見過面。唔通奧馬哈喺水裏面真係有啲咩神奇嘅成分咩？我哋青少年時期曾經喺華盛頓特區住過幾年。1954年，我哋曼哈頓揾到一份我自以為係終身作工。喺嗰度 Ben Graham 同 Jerry Newman 對我照顧有加，我亦都結識咗好多終身好友。紐約係獨一無二嘅，當時係，而家都係。但係1956年，只係1年半之後，我就翻嚟去奧馬哈。而且自此之後就再都冇離開過。之後我3個仔女同埋幾個孫仔孫女都喺奧馬哈長大，佢哋全部都讀公立學校，同我爸爸、我第一任太太 Susie、查理芒格、Stan Lipsey、Irv 同 Ron Blumkin， 仲有 Jack Ringwald 讀同一間高中畢業。Irv 同 Ron Blumkin 係創立同埋壯大內布拉斯加加斯城嘅關鍵人物。而 Jack Ringwald 就創辦咗國家賠償保險公司，並喺1967年將佢賣俾伯克希爾。
呢間公司正正就係伯克希爾龐大嘅財產保險業務嘅根基。我哋嘅國家有好多偉大嘅公司、學校同醫療機構，各有獨特優勢，亦都充滿咗才華橫溢嘅人。但我好幸運，可以喺奧馬哈結識到好多終身朋友，遇到兩任太太，接受優質嘅公立教育，喺細個嗰陣得到好多有趣又友善嘅成年人鼓勵，仲喺內布拉斯加國民警衛隊裏邊識到好多朋友。簡而言之，內布拉斯加一直係我哋家。回首往事，我深信如果唔係扎根奧馬哈，無論係伯克希爾定係我本人，都唔會取得今日嘅成就。美國嘅地理中心係一個絕佳嘅出生、成家、創業之地，純屬好運。我哋出世時就抽到咗嗰支長得離譜、冇簽，如今我已高齡。我哋基因並唔特別俾力。喺我之前，家族最長壽紀錄係92歲。當然，年代久遠嘅家族紀錄尚模糊不清，但我一直受到明智、友好且敬業嘅奧馬哈醫生嘅照顧。從哈利嘅霍茨基起，一直延續至今，至少有3次係本地幾英里內嘅醫生救咗我嘅命。不過我已經唔再俾護士採指紋啦。95歲時，奇怪嘅癖好仲可以有一啲，但亦有界限。能活到高齡，需要極大嘅好運。每日都要躲開人生嘅香蕉皮、意外災難、酒駕司機、雷擊，不一而足。但幸運女神係反覆無常嘅，而且佢更貼切嘅詞嘅極不公平。好多情況下，領袖與富人分得嘅幸運份額遠超他人，而佢哋往往唔願承認。繼承家族財富者一出世便財務無憂，而另一啲人卻喺地獄般嘅環境中長大，或天生身心殘障，失去咗我理所當然擁有嘅一切。喺世界上好多人口稠密地區，我大概率會過住悲慘嘅生活，而我嘅姊妹可能更糟。我1930年出世，健康、聰明、白人、男性，又生咗美國。哇，多謝你，幸運女神。我嘅姊妹同樣聰慧，性格更好，但面臨嘅前景卻完全不同。幸運女神喺我人生嘅大部分時間裏頻頻光顧，但佢如今對90多歲嘅人已經失去興趣。好運終有盡頭。相反，時間之父似乎越發覺得我有趣，而且佢從未輸過。所有人最終都冇咗喺計分板上被記為戰勝。當平衡感、視力、聽力與記憶力都冇持續下滑，你就知道佢近在身旁。我衰老得比大多數人更晚，老年嘅到嚟因人而異，但一旦出現就無法否認。令人意外嘅係，我總體感覺依然不錯。雖然行動緩慢、閱讀吃力，但我仍每周5日去辦公室與出色嘅同事共事。偶爾我會冒出有用嘅想法，或遇到值得關注嘅機會。考慮到伯克希爾嘅體量同市場估值，新點子不多，但並非全無。然而，我出乎意料嘅長壽，不可避免地為我嘅家庭以及我慈善目標嘅實現帶嚟咗重大影響。讓我哋嚟探討一下我嘅3個孩子，如今都已超過正常退休年齡，分別為72歲、70歲同67歲。要到佢哋3人都能夠好似我一樣幸運嘅延緩衰老，肯定係個錯誤。雖然而家睇嚟，佢哋喺好多方面都仍處於巔峰狀態。為咗提高佢哋能夠喺繼任受託人接手前完成我幾乎全部遺產處置嘅可能性，我必須加快佢哋各自基金會嘅生前捐贈步伐。此時嘅佢哋喺經驗與智慧上正處於巔峰，尚未進入老年。但呢個蜜月期唔會永遠持續。幸運嘅係呢種方向調整好容易執行，但我仲要考慮一個額外因素。我希望喺伯克希爾股東對格雷格建立起同查理同我相同程度嘅信任之前，繼續持有相當數量嘅 A 類股票。要達到呢一種信任，唔會花太呆。我嘅孩子們以100%支持格雷格。伯克希爾董事會以我嘅3個孩子如今都具備成熟嘅頭腦、智慧、經歷與本能去處理龐大嘅財富。佢哋將擁有一個額外嘅優勢，當我離世之後，佢哋仍然活著，可以根據聯邦稅收政策或其他影響慈善事業嘅變化，靈活採取應對或前瞻性嘅措施。佢哋將需要面對一個快速變化嘅世界，死後統治嘅行為歷來戰績不佳。而我從未有過呢種衝動，
幸運嘅係，佢哋三人遺傳咗母親嘅主要特質。隨住歲月推移，我亦都逐漸成為一個更好嘅榜樣，但我永遠無法同佢哋嘅母親比肩。我嘅孩子們仲設有3位候補手託人，以防佢哋早逝或失能。呢3人並冇先後之分，亦不與特定子女綁定。佢哋都係卓越嘅人，深察世事，冇任何利益衝突。我已經向孩子們保證，佢哋無需創造奇蹟，亦無需害怕失敗或者失望，呢啲都係不可避免嘅。我自己亦都犯過唔少錯誤，佢哋只需喺政府活動或者私人慈善常見嘅財富喺分配效率基礎上稍有改善即可。畢竟嗰啲體系亦有其缺陷。早年我曾經設想過宏大嘅慈善計劃，但係事實證明嗰啲方案並唔可行。縱觀呢啲年，我亦都見識過政客嘅荒謬財富分配、家族繼承嘅任性決策，以及一啲古怪或無能嘅慈善家。只要我嘅孩子們將個事情做得住樣，佢哋就可以肯定，佢哋嘅母親同我都會感到滿意，佢哋嘅直覺好好，而且已從最初嘅小額資金開始實踐。如今每年管理超過5億美元嘅慈善撥款。佢哋3人都熱愛長時間工作，以不同方式幫助他人。我加快向孩子們嘅基金會贈與股份嘅節奏，並唔代表我對伯克希爾前景嘅睇法有任何改變。Greg Abel 遠遠超出我當初設想佢做繼任 CEO 時嘅期望。佢對公司眾多業務同埋人員嘅理解遠遠勝過我而家嘅掌握。佢好多 CEO 根本唔會考慮喺事務上冇學得極快。我睇唔出有邊位 CEO、管理顧問、學者或者政府官員會比 Greg 更適合掌管理我嘅財富。舉個例， Greg 對伯克希爾財產與意外保險業務嘅潛力同風險理解之深，超過大多數長期從事保險業嘅高層。希望佢嘅健康可以再保持幾十年。如果好彩，未來100年內，伯克希爾只需要5到6位 CEO 就夠。公司尤其應該避免嗰啲計劃65歲退休、渴望炫富或者建立家族王朝嘅人。當然，現實有時係殘酷㗎，無論係母公司定係子公司，總會有優秀又忠誠嘅 CEO 因為痴呆、阿茲海默症或者其他長期疾病而喪失能力。查理同我曾經多次遇到呢種情況，但都未能及時處理，呢個係嚴重嘅錯誤。董事會必須警惕 CEO 層面嘅呢種風險，而 CEO 本人亦應該對下屬嘅健康變化保持敏感。呢啲咁講就容易，做就難。喺呢方面，我可以輕鬆舉出幾間大公司嘅案例。所以對此我嘅建議係，董事必須保持警覺，並且敢於發聲。喺我有生之年，改革者試圖透過強制披露高層薪酬比例嘅羞辱。CEO 要求公布 CEO 薪酬同普通員工平均薪酬嘅比值，結果代理聲明書由20頁膨脹到100幾頁。但係好心未必有好報，結果完全事與願違。大多數情況下， A 公司嘅 CEO 見到競爭對手 B 公司嘅 CEO 收入更高，就會暗示董事會自己都應該加薪。跟住佢又提高董事薪酬，並且謹慎挑選薪酬委員會成員。新規則帶嚟咗唔係節制，而係直道。於是薪酬螺旋愈演愈烈。極富有嘅 CEO 佢哋畢竟都係人，成日因為人哋更有錢而心生不滿。直道同貪婪並肩而行。而有邊個顧問會建議認真削減 CEO 或者董事會嘅薪酬呢？關於伯克希爾嘅長期定位，總體嚟講，伯克希爾旗下嘅企業群體具有略高於平均嘅前景，其中有若干規模龐大而且相關性低咗明珠業務。然而再過10年或者20年，一定會有好多公司表現優於伯克希爾，體量終究係負擔。不過我認為伯克希爾發生災難性崩潰嘅概率低過任何我所知嘅企業，而且佢嘅管理層同董事會對股東嘅意識幾乎係我所見過嘅公司之中最強嘅之一。要知道，我見過咗公司好多，伯克希爾將會一直以一種令其存在成為美國寶貴資產嘅方式營運，拒絕任何令佢變成求助者佢行為。我哋嘅經理人會變得富有，因為佢哋肩負重任，
但佢哋並唔渴望顯赫嘅家族財富或者炫耀式嘅財富。伯克希爾嘅股價仍然會隨市場任性波動，有時可能會好似過去60年中嗰3次咁樣暴跌50%。唔好灰心，美國會復甦，伯克希爾嘅股票亦會隨之回升。請容我自誇一句，我對人生下半場嘅滿意度遠高於上半場。我哋建議係唔好因為過去嘅錯誤而苛責自己，至少從中學返1-2樣嘢，然後繼續前行。改善永不言辭，揾到啱嘅榜樣，然後模仿佢哋。你可以由 Tom Murphy 開始嘅係最出色嗰個。睇下 Alfred Nobel 就係後嚟設立諾貝爾獎個位。據聞當年傳媒錯誤咁將佢兄長嘅 advice 文當成佢哋。佢睇完之後大為震驚，意識到必須改變自己嘅行為。唔好指望新聞室出錯咁點醒你，請你自己決定。希望喺 E6 文中點樣被人記住，然後活出嗰個樣。偉大並非源於金錢、名聲或者權力嘅累積。當你用成千上萬種方式之一去幫助其他人時，你亦都係喺度幫助世界。善意係無價嘅，同時又分文不取。無論你有冇宗教信仰，黃金法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都係最好嘅行為準則。我寫低呢啲說話，係以一個無數次疏忽大意、犯下好多錯誤嘅人嘅身份，但亦都好幸運嘅，從好多良師益友身上學識咗點樣成為一個更好嘅人。請記住，清潔工同董事長一樣，都係人。祝所有嚟到呢封信嘅人感恩節快樂。係啊，即使你係個混蛋，要改變都永遠唔會太遲。請記得感謝美國，佢俾咗你最大嘅機會。但佢嘅分配回報時，亦難免反覆同功利。謹慎選擇你嘅英雄，然後效法你嘅。你永遠唔會完美，但你可以變得更好。